事不宜遲，我哋嘅遊嘅節目馬上開始。我們緊緊牽着爸爸媽媽的手，走進陌生的校園，展開我們人生的第一個冒險旅程。在這裡，我們一步一步學習獨立自理、知識守規，更結識了很多好朋友，在一個充滿愛的環境成長。3年即將過去，我哋要畢業啦！我哋要帶住老師、教導去尊重、關愛及幫助每